学们，也许有些同学对藏区牧民的生活比较熟悉，可是你们知道内蒙古牧区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吗？让我们一起走进美丽的达里诺尔，看看那里的风景，那里的人吧。托住座，他们家是北京入坑做完了，爬前鱼啊种在车子里，热的车子农村入坑么么间做完这个是月吧哎嘿，俺从娘的几度点边，打了那边几江当，大家就没能了几大三桌。阿弟，打了的。但那公国也咋通的？我呢在本土，大理农村干那也了的。怎么说来也来的？打了农村呢，公也咋通个俺家些个比那些的呀？大理农村西边但讲是的。在苏边跟一的，家做东朝云做西边的的呀。哦，错地切去，就这样了的。对，他过了是来家了月的，所以俺说呢，他都得比人我蛮头生的，家后啦，叫苏边一东朝云人我真子生月，人啦咋通都的月比天差道，日些白马，马嘞。每都查了浪数些月边，还种这不月的。哦，热兄，我亲戚的这位没地接，公国也咋通通的绝缘把东，我们这的。热呀，大了能做一兄的，咋去人上就参加新的，木吃长个一咋通个嘞，香的把劲，我种个浪吃浪的些就月把劲。修送多少孩子难就记得这月的呀？参加对没闹起，错话经常写了的。修送错这点呢，他兄弟如把钱如来做的人，大自当立志于大小月人中的，屡多切为大球的眼比东方的，都是切为小个要赚的真人月的啊！嘿嘿嘿。哦，没想到给这些子嘛的。如果啦么哈就用来的，大姐阿克走了送去，阿是南当，节目穷南极，半这八当，修走了扎入些吧，我们就话说些来的，节目穷南呢，别个当那个做三周来的。对那，原本可是像个公别就要把的。可是人家像个那么不是做把别人的。老人大话结巴当隔壁嘎子，老人啦太里那大门的数全部做巴当，嘎的啦那龙哈就全部约的呀。哦，我嘛节目单队全部是写上啊。哈哈哈！伢驴切西啦，伢的啦和家这啦约的。大理能做巴拉吉巴拉的吉，真穷写的，伢也准在讲。我呢，能打点多啊。同学们，刚才这段情景对话中出现了一些新词语。托住座，大家去讲个雷木农的行为，他呢撒巴拉记得。达里诺尔湖，达里诺尔湖。达了诺人错，达了诺人错。达里诺尔湖，达了诺人错。牧马人，牧马人。大字，大字。牧马人，大字。
鲤鱼，鲤鱼，伢鲤鱼，伢鲤鱼，鲤鱼，伢鲤鱼。大人能在熊间村庄间在中口，公子啦过5个，公德木先呢过1个。对啦，吃土个在那当，热心大票经济的，让熊你们相对空间间在中要把的。大人能做一老人村庄间在中口，公子啦过5个的，公德木先呢过1个。对啦。做面包一夜斜当简单，都与暖餐，面头日中节间在中月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些新词语。老主座。公个卡达呢，他年38卡心度，但我记他年38得到下中西下。达里诺尔湖，达里诺尔湖，达了诺人错，达了诺人错。达里诺尔湖，达了诺人错。牧马人，牧马人，大字。大字，牧马人，大字，鲤鱼，鲤鱼。伢鲤鱼，伢鲤鱼，鲤鱼，伢鲤鱼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。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二个老千的年长下来人打电话机。电话机。电话。老主座，左面沿车运动用那这一个呢，老用个用错的这里些八个时候，等着些呢，前年啦，给你好了一连车出去给这里些比，人也比他去多比过个月。